实在是疼。来，你要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你疼，写我一切有悔罪过，你要上帝是疼。感谢主，不管你是啥人，天父上帝听你。 伊唔是用白度法，你不乖，我不会听你；你考试不好，我不爱你，因为你各种表现不好。不是，你越坏，你越能够感受他对你的爱。他是用先付出，去牺牲自己，要让你感动，用感动的爱来召唤你回家。来，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619。 这一首歌的节奏哈，619，不小心连我自己的都会犯错这一首歌。今天是父亲节，礼拜完了之后就不必到餐厅去订餐桌了哈。父亲节我们永福有永福大餐厅。 就请大家留下来，有吧？咱后场有准备吧 ？OK， 啊，假如爸爸没有来做礼拜，电话召唤他，请他一起到永福教会来享用永福的大餐厅啊！来，向前行，咱的人生不论怎样遇到什么代志，凭着信心的脚步继续向前走。啊，来。 向前行，弟兄在的光，咱向前行，弟兄的光，欢呼！咱向前行，弟兄的光，咱向前行，弟兄的光，咱向前行，咱向前行，弟兄的光，咱向前。 行弟兄的光，咱向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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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咱向前行弟兄的光。OK 以父亲。 都走在光明的道路上，因为更美的愿景在前面等着我们。今仔日牧师都无特别叫翻译，因为我有一些多一点东西跟大家分享。OK， 我们一起来祷告，预备今天的心。天父上帝，阮真正用欢喜的心来到伫你的宝座前。 我弟弟被蒙，我们一直要来触摸上帝啊，你到底是谁？上帝啊，你是那么伟大奇妙，但是你又是那么的奥秘，我们真的看不透、摸不到、想不通。上帝，你的听竟然拢比我想象的更加大。很多时候，我们的烦恼扩张的比事实更严重。 但是上帝的伟大、心胸的宽大，超乎我们每一个人心里所能知、所能想。那么伟大的上帝，却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了世上来，短短3年半的服事就被钉在十字架上。上帝啊，怎么有这样的一个宝贝儿子？短短几年之间。 他就死在十字架上，但是要死的时，伊嘴里讲的拢是荣耀，拢是荣耀。伊对伊的老爸，伊对伊的天父，一点仔都唔是怨叹。上帝，恳求你借着今天父亲节，让我们来思索父亲与儿子、儿子与父亲之间两代的感情，不只是血亲，两代的感情。 更应该是一种价值的超越，
责任的继承。毋望阮到最后真正会当老爸欢喜伊所生的囝，囝儿荣光伊所听的老爸。那阮用这款的心情，我们要感谢阮的主耶稣基督，真正在他的身上，在耶稣身上，我们看到了什么是父子之间应该有的最美的关系。我们把今天每一个人的心、每一个人的生活、每一个人的家，交在你的手中。愿我们的生命里有你，我们的家庭里面有你，我们的家变得更丰富、更亲密。我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这平安，我最亲爱的爸爸，辛苦甲阮养饲大，为着家庭在打拼，透风落雨拢毋惊。要唱我爸爸的歌，讲爱站起来，咱做伙为我们的爸爸喝彩，为我们的爸爸唱歌，给唱。请大家站起来啊！现在大家起立。我们要不要上来一点？上来一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爸爸》。我最亲爱的爸爸，谢谢你照顾我长大。春夏秋冬下雨淋的湿哒哒，你辛苦往上爬，为我付出和努力，为我学习伤脑筋。我要向天父来祈祷，给爸爸快乐幸福。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健康。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健康。我们小小的心愿，我们大大的祝福，愿爸爸平安，愿爸爸健康。现在要请大家把这份祝福跟这份祝福跟你身边的人做分享，尤其是跟我们最亲爱的爸爸，祝福他平安，祝福他健康，因为有爱，耶稣的爱永远在你身边。请跟我们周边的人都打招呼。我最亲爱的爸爸，谢谢你照顾我长大。春夏秋冬下雨淋的湿哒哒，你工作辛苦往上爬，为我付出和努力，为我学习伤脑筋。我要向天父来祈祷，给爸爸快乐幸福。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健康。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平安。主耶稣，主耶稣，求你给爸爸健康。愿爸爸平安，愿爸爸健康，请坐。十架上的恩典，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天父阿爸的疼痛，白白，互咱来领受。
咱的确要伫世间人的面头前活出耶稣基督的模样，互相相听，做伙看成。我们要一起点燃心中爱的火焰，我们要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这首歌有一点点小小的动作，如果你会做的话，就跟我们一起；如果你有一点生疏的话，我们这里有一个最佳示范，我们一起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欢喜过节的这当时，阮要过一摆，向阮最亲爱的爸爸献上阮上界深的祝福甲感谢。祝福咱亲爱的爸爸，逐工日子水，逐工笑眯眯，万事拢顺意，出门比赛拢着第一，好不好？好，拢有耶稣咧照顾你。天无河排北。
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在路，带你出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无论拄着偌大试炼，上帝在照顾你，地主夫妻拢免野生，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在路，带你出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带你在路，带你出路，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你。Amen。上帝在照顾你，上帝在照顾咱每一个人。请咱起立，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也有花咱的上帝也怜悯敬畏伊的人。咱即时三角来纪念新的改变，新的改变，请你着真心、真诚、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改变，互恁，就是恁着三听。我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咱犹原起立，三角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知，阮做老爸人，阮要怜悯阮的囝儿，要疼痛阮的囝儿。阮怎样疼痛阮的囝儿？阮也要明白，你怎样怜悯阮，你怎样疼阮，因为你疼阮，互阮会当疼阮的囝儿。阮感谢你，伫阮生活的日子内底，你有找遍你所疼，也就是阮所敬畏的阮的爸爸，来疼阮，来扶持阮，来看顾阮，亲像你咧看顾阮一样。你搁较大个，也就是你做阮亲自的老爸，来保守阮，来保育阮。阮伫即个纪念老爸的日子，也就是阮所称作的父亲节。老爸的日子，阮要回想阮的老爸对阮的疼痛，阮也要回想你怎样照顾阮，
要搁较感谢你。虽然伫世上，伫人诶行为内底，阮检猜伫阮诶内爸会承受真济诶压力，阮对老爸有承受真济，才会爱阮做搁较好诶，检猜爱阮搁学搁较好，搁较有成就，才会愿望。但是有时，阮会互因致到失望，所以阮检采会受到济济的刺激，济济的痛痛。亲像你听阮一样，爱阮学搁较好，爱阮有搁较好的成就。若无的时阵，无遵守你的命令的时阵，无照你的旨意来行的时阵，你也要用鞭拍阮，互阮会当搁较有好的成就，也搁较诚侪伫世上内底会当诚侪见证你，会当荣耀你的囝儿。呾伫父亲节这个日子，阮怀念阮的老爸，无论伊对阮是好，检采伊对阮也有阮所愿望的无够好。但是阮知天父上帝你也亲像安尼，阮愿望你会当对阮好，但是检采阮会受到济济的刺激，济济的鞭拍。对即个，阮由愿献上感谢，由愿要学落你。阮知你深深疼阮，亲像阮的老爸深深疼阮共款。呾伫即个日子，阮由愿献上感谢。无论过去的日子，阮是欢喜，是艰苦，是忧闷，阮由愿将遮个拢摆咧伫上帝你面头前，求上帝你看顾保守，照顾阮的家庭，照顾阮每一个人，照顾阮的老爸，照顾阮的亲人，拢得到上帝你的保守甲看顾，互阮逐日的生活拢有上帝你的疼内底，拢有上帝你的疼扶持照顾保守伫阮每一个人的生活，献上阮的学乐，献上阮的感谢。伫今仔日的日子，阮特别要大大学乐你，感谢你。安尼恳求感谢，靠耶稣的名，阿免。诚济，即时要来请主日学幼稚班的学生来遮要唱歌学乐咱所敬重的老爸。有当老爸足歹吼，有当老爸拢无听咱吼，但是有缘也是互咱来当踏得。来学乐甲看顾，将一切的疼，将一切的敬畏，拢要归乎咱的天父上帝，也要更较疼咱的四大人，咱的老爸。因要唱的歌是阿爸唱互你听。
渐渐飞去，藏伫我心内的话，我一定要讲予你。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地引带，祝福你嘛有天白会听。我有记得我细汉时，你的形影伫厝内面，有一种平安幸福靠山的滋味。虽然你话讲无真济，但是你甲是我一切，遐我亲像宝贝，我拢藏伫心内底，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头毛渐渐飞去，藏伫我心内底的话，我一定要讲予你。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地引带，祝福你嘛有天白会听。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地引带，祝福你嘛有天白会听。亲爱的阿爸，我不知要讲啥，心内底有真多感谢。我用一首歌要大声唱予你听，亲爱的阿爸，亲像天顶的阿爸，时常看顾我，点点地引带，祝福你嘛有天白会听。亲爱的阿爸，我爱你。其实头前遮拢妈妈啦，老爸拢无一个出来吼，遮老爸。后摆每年爸爸节的时阵，换爸爸来头前遮带遮个囡仔唱歌吼。即摆要有一群囡仔吼，因拢背着背包要去上学。我问讲恁背包要创啥？我们要去玩啦。即摆我主持了国小班呢，因背着背包是要去上学还是要去玩？看因的歌来唱就知。因为唱《我爱我的家》，亲爱的爸爸看过来，这内底有爸爸吼，那爸爸是校长啦吼。校长啊，唱较大声咧吼。嘴巴要笑笑啊。
付出，让家不缺乏。让爱天天住我们的家。今麦过来是亲爱的爸爸看过来。
好，父亲节快乐！父亲节快乐！我爱你。父亲节你快乐吗？你若小了无清楚，叫做父亲啦。付账的时候，父亲节快乐。啊，若无小啦，若无清楚，就能够快乐吼。当然毋是安尼啦吼。啊，老爸有哪是代志真伟大。即摆叫我数落是无？来，咱来看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约翰福音17章，咱要对第1节看到第5节。约翰福音17章第1节，耶稣讲：这个就业目向天讲，爸啊，时到啦，愿你荣光你的囝，通互囝荣光你，亲像你捌互囝有权统治囡仔有肉体的，要互伊将永远赏赐囡仔你所互伊的人。这个永远就是你捌你独一真上帝，甲你所赐耶稣基督。第4节，我已经荣光你伫地上，就是你所交代我的工，我已经成伊。爸啊，等着互我甲你三角有荣光，就是未有世界以前，我甲你三角有的荣光。这时，咱来读咱今仔日的金句。今仔日的金句，要读进前，要请青少年诗班来献诗。今仔日少年诗班有一个足水的指挥吼，啊歌是伊家己做的吼。
哦，有赞啊无？搁唱一个好无？这首歌是世界首唱，因为是你最初体写起来啊，我想这词恁原来有参与吧，所以我们这个是全世界首唱。伊对纽约转来啊，啊，你的爸爸徛起来一个好唔好？啊，你的爸爸今仔日这里是为着你哈，王尊清律师哈，啊，你的妈妈，哈哈哈。啊！咱永福教会出足侪人才，伫世界侪所在，感谢主的恩典，继续愿上帝用老爸听来听咱。迄头拢看黄医师的啦。啊，实在是有影做了，真有活泼，啊，真有感动。内底歌词嘛写甲真好势，给我一个很好的拥抱。好，咱来看咱今仔日的金句啦吼。今仔日的金句，咱三个来读。耶稣讲这个，请咱三个来背起。耶稣讲这个，就举目向天讲：爸啊，时到啦，愿你荣光你的囝，通互囝荣光你。来，咱华语读一解。耶稣说了这话，就举目望天说：“父啊，到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咱荣耀咱的天父啊，诚做荣耀的囝儿。搁来请圣乐队来吟诗学了上帝。耶稣叫我来行天路。
大家平安，父亲节快乐！你快乐吗？我告诉你，假如一个流程没有走完，父亲不会快乐，儿女也不会快乐。真正的幸福感，真正的快乐，是的确要行完迄个流程。迄个流程啊，行完了后，会有一个结果。就是最老爸的心内欢喜，当儿女的心里非常的幸福美满，然后他们双方都感觉我以你为荣，我以你为荣。迄个流程若无行完，你绝对无法通达到这个结果。做老爸心内有一个真大的恐慌，迄个恐慌就是无法度。互囝好势，无法度互家庭稳定。为了要让家儿女都稳定，做爸母、做老爸，常常都是无眠无日，直直付出。越被肯定，伊若无用；越被高举，越尊贵，伊若拢伫外口。很多时候来不及，儿女明白父母的心意。昨下早起，我有拄着一位牧师娘，90几岁。彰化地区谢为牧师留下的脚迹，在他50岁的时候就离开了。贡献那么大，但是伊的囝有一段时间心内艰苦。我家己做老爸，我原来陷入一段真长的不安，因为我的儿女不一定明白他的父亲的心理世界，但是到2019年，我要讲感谢上帝的恩典，我用10几年的时间慢慢啊修补，直直引出2代之间创作坐落来讲话。2019年可以说。一切通通开了，流程一定要走完，那么会有很多的不明白、误解、伤害。所以，伫父亲节上宝贝的一个，就是2代之间，望到最后，拢会当是彼此得荣耀。耶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跟随耶稣的脚步。咱基督徒在看耶稣他生命最后几个小时他在做什么？耶稣生命到最后几个小时讲这句话了，这已经是拜四暗，星期4晚上，这些话讲完，他就到客西马尼园就被抓审判，然后定十字架。那伊拢知伊的时间，所以安尼讲，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举目望天说：“父亲啊，时刻已经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好使你儿子也荣耀你。时候到了，我的死的到了，我面对死亡的时间到了。当天咧面对死亡的时，伊咧讲的是：爸啊，求你荣耀我，互我有够嘅气力。”徛会调，然后到最后，我的一生最后一口气还能够荣耀你。面对一个局势，面对人生有太多的困顿，那大家人有法度通安尼伫咧坚持这款的祈祷啊无？耶稣33岁半，他竟然如此坚定的。一个讲，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就是他是指耶稣。你是上帝天父啊，你把管理全人类的权柄给了他，好使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你所托付他给他的人。这里讲的永恒的生命。然后第4节讲，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你了，我已经 I have
当，这个我已经完成，我已经完成了你所托付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你托付我的使命，我已经完成。面对生命的最后一刻，最惊奇的，当很骄傲的，徛伫老爸的面前讲：你交予我的，我拢已经完成。照你所爱，我拢做行你，爸啊！求你伫你家己的面前荣耀我，父亲啊，求你荣耀我。赐给我那创世之前，我和你一样一同享有的荣耀，我和你一同享有的荣耀。所以父亲节，我对耶稣的这个叫我所领受到的生命最奥级的、上高级的关系，是父子父女两代之间彼此得荣耀。那这个要安怎成为你的生命哲学、生命信仰，并在你生命的中间一贯坚持到落尾。过一摆才咧讲耶稣的祈祷。面对最困顿、上惊吓的时，耶稣的祈祷，祈祷成做耶稣生涯特别面对问题。父亲啊，时刻已经到了，求你荣耀你的儿子，好使你的儿子荣耀你。第二，耶稣讲的是完成所托，你托付我的，我已经完成了；你在地上托付我的，我已经完成。咱若一个老爸看到囝，交予囝一寡任务，对囝一寡期待，然后囝有时来到咱的面前讲：爸啊，你交托我的，我拢甲你完成啊，我拢完成啊，所以你毋免烦恼。我想做老爸，你毋免请我去食什么山珍海味，敢若听着这心满意足。OK， 托付有没有走到完成的脚步？所以这个家已经不是咧讲期待，不是伫咧讲听他所说，到尾要安怎？看他所做。但耶稣伫这个家真正用伊的所做来完成，所以这个家咧讲的是一个行动神学。爸甲囝最后伫这完成了后，已经荣耀你，求你荣耀我，然后一同得荣耀。这个若无用行动，我想信仰没有行动，信心没有行为是什么？死的。所以，请会记得。基督的信仰到尾啊，用你的性命去表明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你是一个什么款的人？不是名片，不是你的公司，不是啥，是你的一生怎样活。OK， 最后要一同得荣耀。我离开杜拜，对杜拜做伙年纪要去乌干达。我就安排在迄个厕所旁边的位置，厕所旁边的位置比较窄还是比较宽？比较宽。我底下看到一个姊妹要上厕所，在那里等，然后她很明显脚很不方便，飞机这样子抖动，她站得很难过，很危险，所以我就讲，我这里有一个空位，请你来坐。我边仔无人，然后伊就切来我遐坐，然后阮两个就开讲，你对倒位来？你要乌干达创啥物？无拍算甲我讲的，互我心震动。伊讲 I come from Germany. I'm a farmer. 我对德国来，我是一个做事人。阮兜有600只羊仔，有4只马，有几只 pony， 就为生囝了后，然后为着伊的囝饲几只 pony， 咱要哪讲诶？甲比马较细只迄款诶，细只马，
然后伊讲，我当年拢得到阮的先生的支持。旧年我去遐送因一寡弟仔囝，我送因鸡。我今年要搁带钱来，我要搁继续来看这个鸡，无继续看养猪场。这是讲去年以来时，伫遐甲因翕。伊个名叫做苏珊妮，一个做事人，赚的嘛无偌侪钱。但是当年拨时间带钱去到乌干达，望要改善遐个生活，家己行动真不便，伊嘛切咧要出去。伊佫甲我讲，伊毋是家己一个，伊还佫有另外一个同伴。有影落飞轮机的时，伊就叫迄个甲我。我讲他会遐拄啊好，伫飞轮机顶，我第一摆找人讲话，竟然，你即边你几年来做的拄啊？我即边来，我想要甲因做。我要讲的是，平是农夫，平做事人，佫是一个身躯行动真无方便的人。他每一年都有一些预算丢到乌干达去。为了要创造更多人，改变更多人的生命，耶稣说：“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来，咱斗阵甲这个读一下好不？预备用华语来，预备来。可是圣灵临到你们的时候，你们会充满着能力，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和撒玛利亚全境，直到天涯海角。”作为我做见证，我想这个叫一项圣神临到的是，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临到一个人，伊一定有一种的动力，动不掉，忍不住，然后开始充满活力，开始在咧做位移的动作。所以从对耶路撒冷到犹太到撒玛利亚到天边海角去，迄个圣灵降临。我跟你讲，不管你的灵性怎样，当你什么时候人生哪一个阶段被上帝触摸了，你感动了，然后你都在你的位置上都没有动，3年、5年、10年、20年，上帝曾经触摸过你的，消失了，都没有了。这个才有人真正感觉讲，我甲上帝亲密了后，怎拍一个契约？上帝啊，我愿意回应你的呼召。我跟你讲，从那一刻开始，你就不再为自己而活，不能够只为自己而活。你要离开你的舒适圈，离开你的环境，因为离开了后，你会看到真多世界，然后敢若伊会带予你足多的启发，它会诱发你很多东西。每一个人的生命就被这样变成非常的意义化。恁若无叮当的时，到尾也拢敢若是看到家己的需要，家己的需要，我的，然后拢伫咧埋怨上帝，埋怨父母亲没有给我什么。我告诉你，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马上会有一种忍不住、控制不了，他开始做位移的活动。任何一个东西移动就有一个动力，水移动就可以发电。车移动会可以撞死人，所以移动本身呢，充满了一种动力。然后，迄个移动到尾啊，咱咧讲的，伫上帝手中到尾会变成容神益人。3年前，2016年，咱把物件送去乌干达的坎贝拉。你会当看去40尺的货柜去遐人是抢甲，然后。去到遐的时，因找无迄款的车，因要搁答应咱讲要送去南苏丹，
南苏丹是乌干达的北边，而且政治社会真很乱，所以他们很多人就跑到乌干达来。乌干达是全非洲宽容度最大的一个国家，它把门打开，欢迎许多邻近国家的难民。但是今晚要搞物资对个首都坎培拉送到南苏丹的难民营，无迄款的车，因为要经过沼泽地、经过丛林、经过，然后还有游击队，所以他们答应我们了，但是因无能力，因嘛无钱，所以咱伫迄个过程，我们曾经有几个月很痛苦。我伫遮承受真大的压力，摩西是牧师嘛，伫迄边承受足大的压力。但是感谢上帝，到最后联合国派最大的卡车来，那个轮子很大，这个还不是这一步，很大的一个轮子，然后帮忙我们把物资送到南苏丹的难民营。经过沼泽、丛林，经过遐个游击队，因不敢物件。这边讲 Reverend Wang， 因哋叫 Reverend Dr. Wang， 我们带你去来遐看，往。要多久的时间？一共来回要3天，因为去到迄个沼泽地要住一暝，然后去到遐看了了后，还佫转来遮佫住一暝，然后佫开10几点钟才有法度转来到坎培拉。我安尼到遐，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因为你知影讲，伊要租一台迄款的车，遐偌侪钱。摩西牧师伫迄个总统的做礼拜的教会，超1万人做礼拜的教会，10个牧师。我问讲你的社礼偌济？伊讲1.6 million， 哦，160万兑换美金。我手机摕起来算算，400较无450块的美金，然后租一台车，日日都无够额。伊遐个加油，等下我互恁看，哇！加油甲美国的加油油价，甲咱台湾的油价拢差不多1块外的美金1liter。所以我讲，整个就不必了，南苏丹那就不必了，我们把钱省下来，我们就所以我拜三去的时，拜三都有聚会，拜三的聚会就2000多人，迄个是食饭的时间，所以因若来6点遐参加6点的礼拜，都拢无食暗顿，大家人等遐。OK， 马上进行，底下做签约，因为咱去要甲咱遮的养鸡场的计划概，所以我就甲这个主教开始底下做签约的工去。下骹你看到正面迄个就是乌干达的总统，倒边这个就是甲咱签约的主教那份主教。咱底下帮咱那份主教迄个教区，伊所管辖的247间的教会，247间的教会。40%几的人都没有工作，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朋友，我们做永福教会60周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工。咱底下替因创一个养鸡场，因甲这个养鸡场原本想要饲细只鸡啊，后来阮底下讨论到尾啊，讲小鸡还要用那么长的时间买饲料，那不必了，我们不必。那个主教的教会。当然，咱看主教的教会真大间，伊去买机器、买蛋，然后做孵蛋的工作。伊就干那直哺鸡仔、鸡卵哺鸡仔囝，哺咧鸡卵哺鸡仔囝大概几天？饲过的人，只要28天。所以28天，28天一批，28天一批出来就怎啊直直送我这教会，然后那个教会就有年轻人可以工作，年轻人工作就可以养活他的家。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已经把4000块美金寄过去了，所以他们开始在进行。你会当知影讲，这个5年、10年以后，我们永福教会在那里的事业体有多大？我现在告诉大家一个记忆：马偕医院在北部大不大？马偕医院在北部很大，对不？但是马偕医院的初始金，请他开始的迄个 start money， 就是一个马偕船长过身去，伊的太太真伤心。最后，迄个马偕船长的太太为着伫台湾的马偕博士要直接去病，他捐了1000块的美金。
所以马偕医院的成型，就是因为有一个马偕船长为马偕博士在这里在台湾奉献了$1000美金，到现在，在好的管理者的手上，它一直滚动，因为滚动本身就会产生力量。那咱伫咧做这样，咱做这样看去。耶稣的祷告说：“我已经在地上荣耀了你啊，父亲啊。”天父啊，我已经在地上，我们可以在地上做什么？我们可以在地上做些什么来荣耀天上的父亲？我们今天是父亲节，而你要常常在想的是，父亲啊，我可以做一些什么让你心里高兴？咱真多人咱咧欠这项。耶稣又说：“父亲啊，我现在求你在你自己的面前荣耀我，我和你一起享有荣耀吧。”咱就来敲这项啊，因为包括拜三的礼拜，因拢收圣餐佮奉献。OK， 这是一个遐当地的加油的油钱。$39001liter 一粒，然后$1会当换因3700，咱这边加过4000块，银行只给他们3500，所以是1块多的美金1 liter， 但是他们的收入那么小，所以按一般的人有没有能力开车？根本都无可能的代志。你看到边仔即个叫一个乌多摆啊！我按咱看这样，我按看咱遐有一个门，有无门遐插什么啊？锁匙。我跟你讲，亲爱的朋友，这一间教会 All Saints Cathedral Church， 这是乌干达的总统伫咧做礼拜的所在。这间教会拄啊，甲总统大的拄啊共一个大门，所以要来做礼拜，每一部车子拢都爱 checkpoint， 拢都爱互人 check， 要有一个 checkpoint 伫遐，车来开车下底窗 ，OK， 上好、上高级、上侪精英礼拜的所在，窗啊拢铁窗，门拢锁条条。我甲牧师讲，我要来去变锁一下。牧师讲：稍等咧，稍等咧。伊去创啥？伊去摕一个锁匙，然后去替我开变锁门，然后等外口等。我放了，伊去甲变锁门去锁咧。你会当想着啥？乌干达已经70% 是基督徒了。昨天伫咧做礼拜的时，刘元的牧师讲，乌干达艾滋病的历史。以前艾滋病已经达到了全人口的将近50%。他说几年前已经降到36%，但是我这边我跟他讲，我去了，我注意这一个话题。教会跟我说，现在的艾滋病已经限缩到2%、3%。基督徒的人口比例一直增加，教会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整个国家社会在改变，但是无钱，也阁是无钱。是安怎？伫上好的教会内面啊，都要门窗、铁窗，然后锁条条，因为你任何东西不小心就怎么样，不见了。任何东西不小心就不见了，因为虽然有信主。但是家庭没有东西就是没有东西，儿女没有东西吃就是没有东西吃，所以不小心你的东西就不见了。所以我若伫遐咧翕相，迄牧师拢真惊，我当摆咧翕的时，手机咧翕的时，人边仔都甲我抢去。所以我要讲的是，这是一个社会的现象。OK， 你看这一个乌托邦，这乌托邦拢对印度去的，乌托邦去到遐。头前个是处理好的，右上角处理好的，左下角这是嘟啊，新的乌托邦来去到遐，马上改装，把后壁迄个衣折啊，创啥拆掉，
做一个长的铁架，加长型的，要做什么？载人就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因为非洲人拢无钱，但是因来出外，你要出外做啥物代志，你行路拢袂够啊，所以因遐叫做摩达奥多摆，拢逐所在，所以摩达，然后因就伫遮到遐看偌济钱就付钱。一台奥多摆只要厝内有任何人一台奥多摆，伊即台奥多摆就会当饲全家，互囝读册，厝内会当有保险，会当看医生，干那一台奥多摆就好。但是偌济人奥多摆做啊少，足少。我请伊去看，带我去看卖奥多摆的所在，一台奥多摆偌济？全新的1200块美金。请问你就安尼算者，1200块美金贵偌济钱？3万几块的台票。我甲你讲，亲爱兄弟姊妹，毋通阁讲你善啊！你伫即个遮凊彩你若换遐，你是好野人。因敢若一台奥多摆3万通块全新的，啊！你毋免买全新的啊！我送莫西斯牧师一台奥多摆，我寄600块去互伊。我讲你买一台中古的，因为欢喜甲。若敢若我伫芝加哥读册时，我要转来，我迄台富道的车，我送互一个乌人的牧师，伊有4个囝，伊怎规家揽伫遐哭，伊讲我要安怎，dream 讲有一日我有车通驶，迄个落差太大。即个牧师随时甲我讲 ，Ram Dr. Wang 多谢你。即台奥多摆我会当送我的囡仔去读册。我来教会徛咧上班，马上有人会徛我即台奥多摆随去趁钱，会当帮衬我600块的美金，就会当做人的礼物，然后帮忙一寡人，生命就改变。那这就是摩达，你看无？这都规个路啦，都一台奥多摆。这载3个人，抑佫是小可啊，会钱甲袂钱啦。这路边凊彩，任何物件拢会当卖，任何物件拢有人来卖。咱拄啊伫迄个所在，咱永福教会在那里，我们成为他们的事工的伙伴。我们趁着我们60周年，咱伫遐创一个养鸡场，然后这个是主教，伫遐签这个约。这个约毋若干那签，你看，阮开要到一抓7点钟，转来塞车搁较久，安尼10几点钟转来，然后伫遐马上调开一个委员会，迄个委员会成绩拢创了，阮就随时搁去银行开户，成立一个，马上所有物件拢伫遐紧急处理，然后我要离开的时，主教因为主教足大个啊，马上去银行内面摕迄张烧烫烫的纸。银行开户，银行开户，因为要有一个我伫温哥华，我有创一个阿加贝 Charity Foundation， 5年前迄个已经关掉，因为我离开了无人乱，阮甲迄个5万块规个拢搁捐献了其他的，但是我即摆甲即个爱加倍，上帝会听阿加贝，无条件的听，无代价的听，阿加贝 Charity Foundation， 我伫遐创，然后互因一个 committee 来 run， 随时创一个公司。然后随时开银行，口座，然后迄个主教随时我看讲，我这样创好啦，讲好，我等于我尽量随时甲钱拨入来。所以遐有一寡银行家，有一寡律师，有一寡会计师，甲迄个教区内面上精英的人，拢调伫遐随时开会。正面这是银行的口座东西，这是咱甲伊的事工的协约书。即间就是咱等牧师牧养的教会下骹即边遮，迄是伫引导。即个主教的厝内2个卫兵24小时轮流。是安怎？主教的厝内都还个卫兵，包括每一间教会原来拢有卫兵，因为社会治安真无好。迄拢国家爱出钱，所以
即个真哪阵牧师，迄个主教伫遐牧养的教会，咱就伫即个遮养鸡场伫遮，离首都坎培拉爱7点钟。去的时较无塞车，转来入来到一大都市，塞车真厉害。伫遐我就用咱长老教会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遐中间有一个永福 Church， 所以然后下骹则是一个 committee， 面顶遐佫是另外一个 committee。所以咱的时间已经伫遐咧开始，这已经走一段啦，到下骹你有看者讲到坎培拉还佫要到400公里，400公里。趁机会有去看，这看无啥，都反正拢是迄个大土地，有去看摩西牧师的妈妈。OK， 讲一个笑话，有一日踮咧食早餐，食早餐的时主餐食了，踮咧食水果，看摩西牧师踮咧食芒果，咱台湾芒果嘛吼，酸呀对啦。对啊，摩西牧师踮咧咧食酸啊，甲咱共款啦，切啊一块一块，然后伊咧食连皮啊食啦。Wait a minute， 现在你连皮啊食，换伊目睭才紧起来，皮你无食哦？我讲我食到62岁，我第一摆看到人食芒果连皮啊食，伊讲皮足营养呢，我讲。所以食芒果是连皮也食，然后迄个摩西是有来台南市内去读册，伊就甲边仔咧斗阵食饭的人讲，我去台南读册的时候，因台湾有咧食蛇啦。我才目睭啊大讲，恁非洲蛇遐济，恁无咧食。因佫问我讲，蛇有毒呢，要安怎食？我讲伫台湾哪毒的蛇哪贵呢？你讲迄蛇有 poison， 落去毋是会死吗？我讲阮台湾人真牛，食落了后吼，毒个拢袂走入去肺管，也袂走入去神经系统。所以阮若看到蛇，毋是伊死，就是我亡，绝对无放伊煞。你若去到玉山新来，去遐大时，你看到玉山新来的老师，随时拢有一个咧验蛇的迄个工具，这是文化的差异。离开你的舒适圈，你会当看到足侪社会文化的刺激。OK， 然后遐创了后，因为这带我的是伫总统礼拜的教会，带转来遮，然后遐牧师群有10个牧师开始就对咱的教会对我真趣味，所以随时甲我载咧，过长工尔，忝到要死，车就用个箱仔车。载咧就对山顶去啊，然后走去到遐大门关呢，伊讲人当中讲，阮有一大片的山地伫遮拢毋知要创啥 ，more than 100 acres， we don't know how to do。迄个大门拍开，我一个正平面顶遐有10几只山羊，100外acre养母，才饲10几只羊，3、4个伫遐咧顾。即个牧师伊带我踮遐行，伊踮仔咧甲我报讲，阮的山地对倒位到倒位，对倒位到倒位安尼。我就甲伊讲。阮拄教会甲教会，阮拄啊创一个养鸡场，伫南安个个教区。好，我转来试看觅咧。我若佫转来募集超4000块的美金。咱看遮，恁既然遐尼大，恁乌干达恁因的迄个他们的那个番薯啊吼，番薯啊，咱的番薯是啥物色的？黄色的、红色的，对无？因咧乌人哦，因咧乌人种的番薯是白色的，因咧乌人的番薯白色，讲到遮大坑，我讲 ，Yeah， we may try this。8
大外英母，咱就种番薯，用番薯田、番薯叶、番薯根，然后用玉米，咱来饲猪母，然后迄个我来负责，我来募集一条钱，伫咱即个遮开一个养猪场，然后20只猪母啊，饲2只公的就好。但迄2只公的较拍拼做工的啦。然后直生猪仔囝，直生猪仔囝，然后猪仔囝直佫分互遮国教会去，要创造年轻人的工作机会。我跟你讲，因欢喜甲讲，他有即款的天才突然走出来。请问，4000块的美金偌侪钱？咱算看嘛呢？差不多12、13万。12、13万，对咱来讲，小可捡咧都有；对因来讲，还是 impossible。所以因的土地足济，无人耕作，有咧落雨。因无迄个技术，甲遐水流咧。anyway， 伫遐我有真大的马该因干那做一个位移的工作，他们的生命整个生命就发光。OK， 面顶左上角迄是要入去教会，照一个 checkpoint， 就是检查的所在，检查哨。即个车。内面就是总统的大的住家大门。即个 checkpoint 了后，迄个车后壁遐，我倒手边就是即间教会，所以因小共一个大门。总统要做礼拜都行路过来尔，所以伫即款的概念的下面，礼拜日我伫遮做礼拜。咱来看一个，看有无？迄个左上角遐有一个桌顶，桌顶有一包物件，你有看到无？桌顶有一包物件，迄是奉献，礼拜日奉献。奉献的伊就摕来，伊要叫我爬去面顶，我无爬，我坐伫第一排。就奉献就摕来，摕来我就准备我奉献的摕落去。然後連面，倒佫一個盤佫來盤佫來，我都無錢通奉獻，所以我目睭緊緊看咧創啥？他有人咧禮拜做一場的禮拜收2擺奉獻的啦。因就佫爬去吟詩，爬去吟詩的時，另外一個盤倒佫來我都真納悶，我做牧師做到要退休我也毋知是安怎一場的禮拜，伫即個3PP的所在，一場的禮拜都要收3擺奉獻，到底是創啥？禮拜煞因一個教會的幹事帶我去看，因伫咧起的，因為人多，一禮拜才有1萬人，伊迄個攏滿，時間到都也未時間到都滿，後壁遐邊攏是擺椅所以speaker真大咁嘛。即摆佫咧起一間，我带我去看的时候，我问他为什么 one worship three offerings？ 一场礼拜要人奉献3次，不怕什么？伊的回答，伊讲第一拜是 for everyone， 大概人伫即礼拜中间。拢最少有收入，你收入偌济，迄是一回事。你有收入1/10的奉献，迄是上帝的钱，袂当偷摕。我讲第2摆咧，伊讲 for Thanksgiving， 因为一礼拜的中间，咱有祈祷咱祈祷上帝，互咱平安，出远路旅行，咱会祈祷互我爸爸妈妈无代志，互我会惊，咱有祈祷你祈祷，即摆祈祷，你发觉讲时间过真正上帝保守你，你煞毋免感恩。咱真侪基督徒拢敢若有讨，然后后壁拢无叫，上帝互你怎当拢点去。伊讲伫阮即个遮，逐个人1/10绝对无人敢偷。因为迄是上帝的钱，你讲这个我要相信，因为伊有一日空档，载我去看尼罗河的源头。尼罗河的源头要开也是6、7个小时以上。尼罗河是非洲最长、全世界最长的河流，但是迄个源头伫乌干达，
然后迄个尼罗河的奇妙性是，迄个水1/3的水是对土骹冲出来，1/3的水对土骹，千百万年来竟然迄个水冲袂了，所以迄个水泉直直流到最后对埃及出去。载我去遐，转来已经半暝10点外，足忝，为着干那带我去看遐，我想遮尔忝哦，阮查甫人有一个想啊想，啊无叫一个秘鲁来。小米尔，叫食到不了啊吼，要付钱啊，米尔也袂来，我都甲伊讲，Where's beer? We need to go, but where's beer? 伊才甲我讲一句话，伫乌干达，牧师无人敢啉酒。我即句阁穿牧师服，餐厅的人若摕酒来互你，我甲你讲。伊毋敢摕，伊若真正摕来，我紧走，因为我惊去互人看到牧师的头前有酒。因对这个作秀，教会讲啥都听啥，作秀。但是善教吼，你叫伊莫摕物件，迄是真困难。你会当看到迄个社会结构的复杂性。然后 anyway， 到最后，咱要讲的是讲。给他最微小的，给他最微小的，一杯水，一个需要的满足。请问，你爸爸的需要你完成了吗？要知道爸爸的心意，要知道爸爸的需要，一定要找时间坐下来跟爸爸聊天。多少时候，咱已经甲2代之间无话讲。花费最多、付出最多的心意、精神、金钱，结果2代之间大汉了，真正那冤仇人。这今仔日是父亲节，耶稣到伊要死啊，伊无咧怨叹伊的天父，讲我对你遮尔尽心，你竟然互我活到33岁半，就要掠去定。你是什么款的心肝天父？我袂认认你的这个老爸，无耶稣咧讲的爸啊，求你荣耀我。好让我也能够荣耀你，荣耀2代之间。早前咱拢咧讲宣教师的伟大跟故事。事实上，感谢主，我们永福已经在做。才有一片伫安全西龙我上缘头，你有看无？迄是拜三的礼拜。我对机场甲我载来，都赶转去，就是一场的礼拜，迄是拜三6点的礼拜。礼拜煞。遐佫是礼拜三天气还很亮啊！我就甲有几个已经造谣，咱拜托，咱take a photo。去徛着，敢若看到我一个人的面，剩的都敢若剩着喙齿甲目睭尔。所以你若去到你会发觉讲你上缘头，你上水。因了有一片山，父亲啊，时候已经到了，求你荣耀我，好让我也能够荣耀你。愿这个成做咱不断的祈祷。父亲节到了，我们跟父亲的关系紧密了吗？更亲密了呢？还是随着时间越长，我们越疏离？2代之间常有很多的信托，我们完成所托了吗？请做儿女的，只要你爱你的父亲，把父亲的话放在心上，请找一点点时间跟父亲坐下来。乌干达的人袂当啉酒，我鼓励咱台湾的囡仔会当找你的老爸泡茶，还是啉秘鲁。因为北囝中间2代之间的话题，他的心意你一定要明白，然后也跟他说：父亲啊，在地上你想要的，我已经都完成了。然后父亲就会摸着你的头说：真正有你真好。拄则你伫遐为着爸爸写一首歌，黄医师你听着有爽快无？咱安怎样为着2、3个囝安尼直直付出，到最后囝儿下一代小可创着，咱就安尼爽歪歪。父亲啊，求你荣耀我，好让我也能够荣耀你。
两代之间一心一意都在寻求彼此得荣耀，这敢不是上水的父亲节吗？真多谢耶稣，伊真正替咱建立最好父亲节的态度，三感记得。愿神的爱在我们当中，愿耶稣基督所留给我们的，就成为我们世世代代最珍贵天国的信息。今天是父亲节，事实上不是要买什么礼物，事实上不是要吃什么多好。当儿女明白父亲的心意的时候，当儿女完成父亲心里想要的托付的时候，那时候两代之间的关系是最亲密、最得荣耀的。父亲啊，求你荣耀我们，好让我们也来荣耀你。但是所有的一切不只是唱歌祷告，所有的一切要带着行动，行动能够成为发光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他来请华语堂献诗，华语堂献诗的歌曲，那么就是《爸爸妈妈的爱》。
先谢谢华语堂他们唱的歌，一步一步向前走带着爱，爱着全世界，爱我们的家，爱全世界。咱来吟圣诗31首，特别听世间正人想事独生圣囝，拯救赎回显明疼痛。天父实在是疼，天父上帝真正是疼，连我也得你疼，赦我一切污秽罪过。天父上帝是疼，请咱起立来吟全首。这是咱三个来奉献。
请坐。这时请牧师来报告甲介绍。今仔日毋知有对远路来第一摆伫咱的中间的无？好，来，咱来请这新朋友，来，咱拍一个报啊，涂仲弼是吧？多先是吧？再兴中兴的弟弟再兴好来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再兴兄，好 OK， 好，后壁遐佫一个爸爸，伟大的爸爸仲弼兄 OK 属你的亲人，欢迎哦，上帝祝福爸爸健康OK 好，请坐。今仔日是父亲节来，咱即句咱请所有做老爸的，所有做老爸咱后壁红包毋知准备好未？好，来OK， 来请所有做爸爸的起立好无？阮来这个来淡薄仔音乐咧祝爸爸节快乐，祝爸爸，爸爸拢起立，直到你摕着红包。爸爸父亲节快乐，祝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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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祝爸爸节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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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爸爸节快乐。要人也无得到对，有一个笑容，有一个鞠躬。阮面顶的有啊，等一下这情义真重情义重 ，OK， 真多谢真正愿上帝赐福每一个爸爸，你们的辛苦到最后儿女都能明白，也能够感谢。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咱为着后礼拜、下个礼拜我们要洗礼的人很多请为我们为这一些人祷告。那有小组的这小组长跟小组的团员，我们就开始做关怀带领，愿我们预备心后礼拜咱毋忘新的人要洗礼时献花东西无论是办公室还是亲人，咱拢准备用祷告的心来参与。咱后礼拜传道组有开会然后蔡茂堂牧师有神学讲座请咱教会有代志有太侪活动请我们注意咱我若要甲玉婷姊妹甲伊祝福，特别是迄个咱教会出身的瑞龙传道师伫25要封做牧师伫中立的中原咱会请圣歌队跟妇女团契为优先，长职优先咱准备一台游览车去所以若有去的人尽量会当参加诗班的就参加诗班好来为着8月份的生日8月生日来请8月份生日的来请起立来 OK 咱伫身边的在旁边的我们都要代表教会的天使感恩祝你们生日快乐，年岁越加增，上帝跟人都越爱你们哇，拍摄刚才祝福你没有红包OK 上帝祝福恁。好以上请咱为着教会代祷等一下礼拜完了之后，最重要的一件事，请到6楼跟8楼
我们预备了永福大餐厅高级餐宴，请大家用愉悦的心来庆祝父亲节，找爸爸讲话，跟爸爸讲几句欧乐肯定的话，然后完了之后，大家又帮忙把那个场地收拾干净。OK， 好，以上报告。过来，咱来吟圣诗619首，圣诗619首，咱向前行伫上帝的光，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愿上帝用伊大权能的光引带你的人生。愿你一世人无论拄到什么款的起落的情景，学习耶稣永远用乐观感恩的心情，因为信心到最后能够破除所有的障碍，望见上帝的仁爱。盼望在这个父亲节，一个最美的态度跟祷告是：父子之间彼此到最后都能够得荣耀。愿爸囝圣神点伫恁，互恁常常记得十字架的吊命，完成天国的使命，最后得到三位一体上帝固守，对即时到永世大不尽。阿们。我们仍然站立，我们要为等一下的餐点祷告。天父，阮感谢，用你的灵命来充实我们生命的内涵，也谢谢那一些为我们在背后帮助我们预备所有一切的同工们，我们要从心里对他们说：有你们真好。每一位永福的家人，在自己的家以及在教会上帝的家，没有一个人是完全被服务的，每一个人都有领受别人服务的机会，每一个人也都站起来勇于去服务别人，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吃白饭。恳求天父上帝用彼此荣耀、彼此服侍、彼此担待的信仰，帮助我们健全我们的生命、家庭、教会以及国家。我们等一下就要上去享用，愿你赐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OK， 咱别倒就会当慢慢去8楼跟6楼。咱用餐的排列游园甲顶届同款哦，主日
甲青年团契、青少年团契啊，伫8楼的所在，其他的拢伫6楼的餐厅吼。欢迎同阮啊，伫8楼的所在用餐。